再来看有业者针对阳明山保护区要变更主体区的案件提起诉愿予驳回，业者是搁再提出行政诉讼，申请法院来撤销决议，嘛是败诉。有环保团体今仔日去台北市政府陈情，因要求讲市政府应该严格来把关要坚持讲保护区无应该开发，来守护自然环境。阳明山。化口号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爱甲阳明山的好山好水守护条。几下个群团25去台北市府抗议，因为争议超过20年，阳明山保护区变更主题区6之6案。台北市府3年前决议重新办环评，开发商诉愿予驳回，搁提行政诉讼，申请法院撤销决议。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顶一日判开发商败诉，也会当上诉。那个地域的地方，那个靠近千雀溪的积水区，可是它的环差书里面并没有讲到，它这个排水下去会影响到整个士林区的饮用水。那27年来，台北市受气候变迁影响，降雨量更是越来越频繁。阳明山曾多次发生土石流的灾情，甚至活埋造成人命伤亡的悲剧。款团批评讲，专案若是开发，垃圾水有可能会流入清河溪，破坏水源，甚至对树林居民家的水造成影响。我们希望台北市政府要严格把关，最好筹办环评的时候认定不应开发。我们一直觉得这开发案是一个错误的开发案。那我们希望蒋万安市长接手后，也要严格的把关。款团交定证书予台北市府，要求市府都要严格把关，嘛呼吁蒋市长上好认定无应该开发，保护当地自然环境。记者综合报道。